各位聽眾，係啊，歡迎你人到對嚟變零學見嘅節目。這禮拜咧，是要中秋要搞啊！這裡唔知拜三還是拜四啊？通知啊？中秋是特別嘉賓，先是拜四啊？唔知拜四還是拜三是9月12號，係咯9月12號，9月12號是拜幾？9月12號是拜9月12號是拜四啊，拜拜三嚇嘅。拜三咧就是中秋啊嘛，所以中秋咧是咪是今日節是20號啊嘛。所以這裡就20號是咱要講15名咯，這當天是就是講拜三是15名來講嘛，今日節咪是13咯，係啊，13就是15對。對。然後19名是 OK 啦，19名啊，攏有做咩物件呢？19名有去行牙虎丁去遊街哦。有啦，當天無了。馬路應該冇啦。冇啊咩？馬路應該冇。嚇，冇遊街咩？有啦。有啦，上下面。遊街啊。伊唔是遊街啦 ，actually 伊是樣款呢啊，John 啊，伊是上下有人。咩生啥咩姓氏啊？上下都是咩啊？王氏啊咩啊？樣有主辦上下一個團圓的話喏，上個了排隊來喲，上個排上生啊。中秋晚會呢款啊。中秋晚會咧做咩啊？學見那牙虎丁咯，牙虎丁咯。我哋看你我唔係去過喎。誒，當然三叫叫我咪嚟參加啦啊！三叫叫。歡迎三叫叫，三叫你麥好未？哎，麥個冇聲個，三叫叫你小三你麥冇聲。啊，喂，有聲，啊，喂。sorry，我 mute 掉。啊，歡迎，你啊 ，OK，三叫叫。大家好。我你估冇到你嚟啊？係咯。冇影啊，即下了。哦。แล้วตอนนี้มันสิก้องอะไร咯นั่งกุยเปียแล้วสังเกตจับก่อแม่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ก้องจับก่อวางจำมาที่ก้องจำมาหัวหน้าเกี้ยก้องมีตอนนี้中秋晚會是做咩物件呢？上啊，中秋晚會是白白寫到來。留着安尼哦，食物件、唱歌學見那牙虎丁咁寫一鬧安尼哦。寫一鬧咯，唔是要記咯，要記咯。無講上個古早啦，古早我講遊街行咩，當然真少了。誒，所以這個係樣嘅花卉呢。我昨天啦，上個攞係搭晚嘅，你看對。頂到我當時我搭廣角你嘛，頂到我搭廣角嘅時候，遊街啊，行幾時街我廣角嚟嘅，咧要頭前有布冷曬。有布朗賽，唔是布朗賽落歌，係布朗賽落歌，咚鏘啊嚇！然後實咧，見那個咧聽你落歌嚟，時時點一個機會定一隊，然後行咯，個爽你啊，冇一同劍。喲，是哦，誒，真係幾複雜，細漢時啊，見那落歌時做咩啫？哦，我知攞粒豬啊，是唔是攞粒米甸呢？哦，唔知。我嘅米甸，我哋唱啊係一個係plastic 籠啊，然後拍嚟嘅古仔。哇！計老定，到啲 plastic 籠，到啲 plastic 籠嘅咩啊？佢哋是六年代那個。啦，冇講別kampung人嗰啲我年代啦。誒，你講緊趣味嘅 creative 呢？你都講下，我想規隊嘅班囡仔咯，想啊，OK，18半啊，7點幾8點幾阿妹啊，所以叫規班嘅囡仔出來哦，變出來嘅有落歌咯，有胡定哦，唔係胡仔胡定，我覺得是凊彩做你家己做呢，無像當佢囡仔係帶 battery 啊，冇啦，你乜 battery 我個 standby 了 candle 喺 pocket 裏啊，用 candle 了後來照用啊，咩呢？แล้ววงเจโคจีสังเกตสิวงเหลี่ยมเนี่ย1 2 3牙虎丁เลี้ยมมาตั้นเดี๋ยว講下講ไอเหลี่ยม飛劍車15名，請你姑啊來食茶少少，行路買件蕉，唔蕉飛機茶，行路買赤。
袂記讀，行落去買卡夾，卡夾袂記。唔對啦，叫 K 北啦。買北。哎呦，你啦，唔對。我後尾有這咖喱煲，等陣我阿妹哥，阿妹哥，你 miss 掉一個 episode。但我哋講緊咩啊？依行路買赤赤買機塔，都行路買北買機跋，我行路買蛇，行落去掠蛇買機掠，掠嚇，掠個卡夾。卡夾袂記清，行落去買咖喱糕啊咖喱酥，做人啊唔通太煩惱，歡歡喜喜來佚佗啊，來佚佗。搞，真叫你遐念啊！袂曉。叫這樣子人嘅年代嘅個。誒特別是90年代嘅。我90年代，我人特別冇咩想誒，我誒即咩咩情嘅阿伯啲老殘嘅，安尼。老殘嘅，我人日搭嘅時代。你咪呢戶定來路流，咪流戶定去啊？定款嘢？我係是人也定人，灰也定灰呢喎。哪句呢？啊啦，人也定人。本嚟等嘅，本嚟無嘢嘅好聊嘅等嘅。唔知我唔知。我呢等啊！誒我記細漢時我念，特別嗬，特別唔知講當年先一代人唔知佢曉無。我啊，ยังบ่念咩，ยังกัน那當一戶定度邊超過，得，反正聊。Because the battery 係戶定。battery 咧，咁啊，被彈 music 咧，嘅就聊了。你冇成日講拍落個咚唱咧冇呀？我啦，我看人係你apartment咧嗬，還是講有做嘅啦，無都樣成日啲樓卡做啦嗬，了成日樣會白冇財樣會驚，了反佢細樣嘅apartment，誒反一樓，了大邊上坐了啦，見到大邊佚佗，了嘛，了食月餅啊，反咪了咯。哦。阿咪我看到嘅啦，阮食少啊，都嘛。apartment 嘅committee啊，愛買去做乜物件？我記我聽到對其實是拄好我哋中秋嘛，然後海參嚇，夏威夷安迪唔知做咧菜園嘅海參嘅，唔是菜園嘅桂餅，菜園嘅桂餅，好食咯！我就是講緊好食，我食個了啊！以後我梗係正了，我梗係食個了。係咪海參？係咪你講咩？baru gani mau tampe hale chai ene egwe piang 係收咪 auntie 做嘅，咁好似啊！你意思嚇，依裡面有嗰個 green tea 啊，你一個紅豆啊，你個冇咩冇上嘅味素嘅鹹，你一個即係我哋試過即係是，依裡面有上個有瓜子嘅裡面係是，哦，咁好似呢。你夾出來嘅時候，你夾掉嘅意思，依裡面咬出來嘅時候，咁瓜子梗好似啊！哎呦，我大老腦講你係當念嘴啫，你聽好鬼子係瓜子。瓜子，桂枝味，我食嘅是桂枝味嘅。桂枝味嘅是嗰年有賣咯，我看到嘅是。strawberry 啊，冇食過。伊講啊，無糖嘅啦，啊 all natural 嘅啦，巴如講了賣健康啊，了無蝦米款啊。哦。像本地係啲 bakery 嘅店家己，就是啱啱夾做嘅款嘢咯。你巴如講了packaging 舊嘅。啊，點解我對佢是乜事我中秋嘛？你係特啲迄個線嘅一邊嘅迄個嘟誒迄個 shop 啊不叫咩啊？嘟 hotel 嘅後背嗰邊嘅。嚇。誒咩咩？係咪嘟 hotel？ Brand 嘟，唔是 brand。跟你嘟嚟嘅嚇。跟你嘟啦。嚇，個嘟 plaza。啊對，個嘟 plaza。講個了嘢就。講個了嘢。個嘟 plaza 係後尾啊，個你 plaza。something wrong 啊！跟你就好啦，跟你呢大嘛，幾個仔啊？嚇，對，伊特啲後尾咧，麥當後尾啊。
为一个料才能被不像这不人不像鬼边嘛呀？有咩？有到啲 ground floor 喂，一个那是。马路一刷去，伊不是伫内面啦，一刷去，你在马路嗰边有真济 brand 啊，你知哦？哈，了。刷起到咯，特别去 Penang Stadium 喂啊。伊本嚟是啲 ground floor 咧，個刷去 lower ground，馬路嗰只 Q 對 ground floor 咧，可能。頂到是 ground。先嘅時候，伊成啲 lower ground，因為無話個嘛，我就講下，7月會夠嗬，係嗰邊已經賣啊，唔知是賣好咧，你7月出來人家是賣好人家。後你去擺咯。7月票，了伊樣因為個線嘛，了咪係啲 lower ground 咯，了等伊馬路，了咪係去係邊個咯？哦。了就去我去時哦。就去其實咩？對 ground floor，一定會去北北啊。上個叫你開聲，這不是東西啫嚇，就去講。我一來啥東西，我suddenly聽唔到浪嘅聲而家了。你講，就去講。你那麼聽到我講？我講到啲下爽起來落頂，都站起去嘅事，你講。話到伊個比賽嗬，已經起甲真係好了啊！昨天我看到一個是 chocolate truffle 嘅 chocolate truffle 冰皮嘅。冰皮 ，OK， 冰皮。咱講到貴邊，我就係但係時我看到一個苗苗講係哦，苗苗講伊個冰皮，唔是伊個一個Swenson 酸嘟不。講咪了啊！不被。不被 ice cream 嘅巨餅就好食，係冇嘅嚇，唔捌看過成都有賣喎。maybe 是呢咯，可能。下個都有賣了嗎？下個都有賣。我知啊。特別即個馬路係你沙督啦，沙督冇賣。沙督冇賣啊？賣個別啦。哈，沙督飼料要百幾塊啊！你估嘢啊？十幾咯，你俾是飼料要百幾塊。當然係趣味啊，你看這樣看。是 ice cream 呢就喏。但係我講百幾啦。百幾斤水，特別但係我講，當然講嘅 modern 嘅啦，我特別都對佢每看即係韓國嘅人甲我講嘅，你哋都較國際嘅嘅。咱隻鬼邊上面對嘅是烏女錢就真特別啊。烏女錢真特別啊，我做事。杜蘭嘅安哥那邊。係咯，好料咯，安哥那邊。係咪有啲好料？幫唔會啊。杜蘭嘅好食咋，無杜蘭嘅無好食。就是唔知我上擺見啲嗬，我食到我食那邊啦，然後特別咧，我感覺話我食安哥那邊，未比我嗰陣細漢食下咧，但係杜蘭拿裡面嘅好食，杜蘭拿裡面較香嘅好食。上個叫有一個好食，伊會甲杜蘭嘅上嘅是迄個富嘟嘅，富嘟嘅啊，富嘟嘅是杜家款嘅嚇，還是伊係一鴨呢？一鴨了plain呢？我一條成日係爛椒呢，然後就個金配是個醬嘛，你看到未嘅？喂，你咪聽講話，你講嚟話。你是個隻爛椒餅。喂，哎呀，死我殺條嘅。喂，殺條嘅到底係搞嘢 ？OK， 我出。發蛋。講冇啲 OK 咯。金配，我每都食，你講嘅係你富嘟嘅嗬，伊是一鴨啦，還是一包了酸酸嘅。是，細包，伊唔知叫香蝦米嘟嘅，香蝦米香蝦米嘟嘅叫啊。香花嗰啲嚇。自康康斯尼嘅時啦 ，if I'm not mistaken 啦嚇，自康康斯尼是我買時，迄時一包甲9.9呢，你知？特別甲話你自康1塊呢，一包已經是14塊咯。嚇，安哥那邊俾14塊啊？這14塊，本14塊多少錢啊？20多塊哦。哇！貴哦！特別跟你講。
攏是跟你家去富都食啥呀？食咩？點心。誒，講個對月餅，等陣，我要食紅公鴨餅，攏會叫一種紅公鴨餅有芋糖嘅喎，內面。有啊，古仔。我都捌食過。哦，嚟，咱講古仔先。紅公鴨餅就是空嘅嘛，你都愛有餡嘅，就唔是叫紅公鴨餅了。伊叫人椒餅咯，但係是講嘅嘛。阿三哥妹咯，係咪是紅公鴨餅啊？是哦，一個國家。豬叫妹話阿三哥啊。阿三哥新加坡人，阿三哥。Big generation 嘅，冇啦，紅公鴨餅都食月餅嘅人就知嘅嘛。阿三哥係叫公仔餅。下掉過了白色啦，唔是啦，公仔餅冇相，冇相。但香港嘅公仔餅冇相嘅，香港公仔餅是咖喱嘅，鹹鹹嘅哦。香港嘅公仔餅是想啷定嘅雞仔餅嘅呢款呢？啊，成日金光番嘅掉，成個金光番嘅掉啦，過了白色啦，你咩嘛？伊成金光番嘅掉。哦，like goldfish 嘛 ，OK 啊，三個。誒，等陣，嗰時伊嘛搞。咱是夾即個韓南姜講先，韓南姜你捌食過鵝糖嘅嗬？鵝糖有捌食過？啊，我是個食鵝糖嘅。啊，我唔是個食鵝糖嘅，鵝糖嘅特別咯。特別攏食紅公鴨餅來是無加隻鵝水條頸死嘅喎。冇不得啉茶，食紅公鴨餅嗰配茶。有好了。即係世界講我買鵝糖嘅，我唔捌食過。好啦嚇，你捌食過呀？個鵝糖哦，特別我是homemade嘅。哦，homemade 喎。你阿咪扛頭 homemade 嘅味好啊？誒，冇那時我未看咱聽講。歷史咱做邊啲福建嘅月餅啊？邊啲福建月餅一定咪係冰嘅字嗬？啊對。一人就會買啊。有愛，不誒，我你未看啊？即個我聽邊啲福建嘅聽講，這就是有人在講到嚟談買嗰啲鵝糖嘅。你所以那時你去，你那時特啲喺 comment 裏報啊，報就是那時講你聽講在講399要去帶談買一個月餅呢，你使去邊啲福建大家買啊？brown sugar 紅公鴨餅。嚇對，冇 black sugar 啊，鵝糖。brown sugar 紅公鴨餅，鵝糖。嚇，鵝糖嘅咯，你個有當話。誒，你等我俾聽下係你韓那幾講關係伊個伊個十個時攏做咩物件，係較古早嘅物件。啊，咱講當今嘅一樣嘅，就講蝴蝶啊。嚇，無相嘅蝴蝶。當今嘅白舞啊，無相咯，因為有 music 嘅嘛。嚇，咱嘅十個咪相定人嘅嘛對哦。嚇，當今樣嘅蝴蝶有 music 嘅，個有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真係特別咯，潘會，特別嘅，即係中國會咯，我做緊翻出嚟啊嘛。係啦，一次部插去俾你手接啊，部插什麼物件就放佢哋。你有意做咩？Merry Christmas。music 出嚟，咱聽，如果梗無垃圾嘅，冇機會，唔對，真怪怪呢。我聽過一個真係靚味，真係靚味，伊喺度放喺度閃怪。我梗係冇熟㗎呢，我梗係冇熟，只歌我係啲你燉籠嘅，為咧嗰時係你唔知 Ultra 咩事，係咪試人估特別靚。有咧定人吼，伊時常啊，安尼我有 music 個咪見啊，伊個搭下車嘅，芭比度搭下車嘅。我就講嘅，伊是吹，伊成有係你 machine 啲拿念咧，伊成芭比度，伊卡車啲搭了。對。你安怎行？安怎下電？梗係無童年嘅 battery 啦，3粒 A 啦，2粒塔落去，然後 open 就行咧係嘛？伊 battery 係到底得落去 handle 哦 handle 個電刀上喎呐。電刀我以前是我是有 battery 是我個有一個啦，我有一個電籠，我是買到一個電籠是有 battery 咯。伊是成個係你係一種嗰啲 beach ball，你看你本行嘅嘛，你本係行嘅時候，你一定想去靠住坑啦，你吐去拿這自己坑嘅位。將來你講你，哎呀，咪是到底一堆嘛，啥到底一堆你靠住坑那是頭家一支物件哦，啥 vibrator 呢，一會啊，那就插住坑嘅位。冇啦，你有影無線，你看想。
阿 John 原來準細漢就呢暑假佚佗呢惡死呢。路家仔，一直落來時候，反正就吐，冇你吐進去啊時啊，伊個即個伊係自己 vibrator。阿三哥學了一個，學了一個，佢哋試嘢啦，乜都有學堂。學落到啲，攏去看啦。哦，學落到。學落都有學堂咩？哇，咩搞？有學堂咩？哇，full detail 喎。等陣我看下。呀你啊！哇，啷個勁？呀你啊！我學堂，阿三哥愛學堂乜嘢？拍電話機會會知啊，拍電話機會。好啦，拍電話去拿電話抗議啦。叫佢當劍嚟，叫佢當劍嚟嚟啷邊咧學鏡本。阿叔，佢咪可以 handphone 你抗議啦，抗議啦。琴日啦人。係啊，拍 off day。แล้ว唔等陣唔咁樣，我笑起來。我是個食嘢咯。呀，我唔捌食過。等陣人講我胡定先，我胡定嚇，伊個 battery 嚇，你係即係攞嚟就係 battery 呢，伊自己上 vibrator 物件，誒頂面就電柱啦頭前位，咧伊一啲有隻 slider 後頭咧，你一啲轉入去嘅位呢，是有一隻 slider，特別電派嘅，伊啲 contact 物件就巴黎啊，所以你特別用時嘅手指掉，伊開個倒就冇未倒嘅。我冇解，我是解你定嘅，我是解就講只成日國家係定嘅呢，伊是一林年啊。伊零嘅，要司機物件都壓起來，硬掉呀。對。你咪三叫乜鐵道鬼呢？好定哦。唔捌。喲。我成正常嘅啦。叫起來。哦。係你成台灣 style 嘅嚇。係你話乜事㗎？香港 style 嘅啦。真搞笑嘅係你。哇！你啊，當然啊，一靠自己呢，然後攞翻一邊邊攞翻 Q 起來呢，成個 Q 起來，一 wave 成個人誒，係你 mineral water 你翻係啦。對。特別伊係你揸一幫攏會記哦，一出家真係興，就是講用安尼款pattern，特別做 Winnie the Pooh 是 Hello Kitty 嘅頭出來嘛，一粒啊咩？嚇！即我冇suka 迄種嘅加 traditional，係 normal 以前糖嗰 Q 在上面落地呢款嘅啦。一邊啊，我試過裝嘅，一陣站喺 QQ 嗰邊啊。哈。特別只搞笑呢，烘出來歪去就笑。對，伊烘嚟講吹的，唔是烘啦，但是講伊只個歪淡薄呢嚇。哦，了你存一個度了，一個度了，人是也度嘅嘛對。對，也度嘅。伊無骨咧，一個鐵線呢，唔是？伊無骨咧嚇，伊無骨咧，一個鐵線呢，你對，你一啲咧抓皮較高，所以較重。是。你掉掉咧就去好掉咧。那講伊一個燒咧是哦，伊鐵線如果唔通去撞，會痛掉嘅哦。好啦，抓掉。對，抓掉。你有個有啷捌家己做定人過啊？我捌做固定。講下。讀書就有誒。399唔捌咧。也咧抓盤。我地帶啦，我地帶。做咩？也抓盤。迄種人伊會抓盤嘛？也係你 look 食buffet，無 look 到做 party 係你 paper 抓盤，你用物價試格咯，你都黏係你玻璃抓咯，你都試咪試邊啊，用 plastic 夾起來咯，你阿啲用鐵線拍叉了嗬，了下樣嚇，了阿啲拍叉了嗬，了直接咪插落去了，面頂白線了唔見了，也插卡嘟落去嘛是一個燈籠咯。咪真歹看咯。別啦，你使家己畫，用咩？用咩字印畫。咩字印？你即是你kindergarten 是你 standard 1 standard 2係你美術嘅事咧。我 standard 6啊，我 standard 6啊，6年級嘅時捌做啊。做咩？係你搬啊？無，我做是用迄鐵線，用鐵線，去拗了對，黏玻璃紙誒。
一個兩當咩嘅？誒啲咧嗬，天上個對厝啊，嗬是第啲舊話咧。哎呦，好名咯。我嘛，你家己個袂着識嘛，你個個手聽咧，你等下個講等下個，你知啦，人會白麼？哎呦，等下拄着手啦，咪聲卡吹啊，伊嘛甲你。哇！佢拄着你卡吹啊！我冇你好名咯，叫你地好名，你可以講嘢。我嗰陣時有米羅丁，屈你咯。伊翕你白啦，人就講表，你一條甲鐵條接，人白了無水，等會扣掉嘅嘛，伊又用嚟嘅揾硬，互人了家己嘛用個黏咯。嗰一種咧，就是講你捌做過你功夫呢，就是你夾喺玻璃紙下，你特別轉淡薄水嘅時，淡海淡嘅時較黏呀，你一打嘅時候，伊經較硬去，無嚼。你用吹風筒吹本會使嘅，就他們用呀。吹風筒吹，你應該會有早無吹風筒，當今捌有呢。嗰條小灰團用 C at， 小灰團用 C at。或者係嘛？對時間已經有吹風筒啊，你咪撈啊！我暫時冇。你係你啊？我厝一粒吹風筒，已經28年啊！有可能無類啦，嗰時。係啦，我哋有出嘅啊。嚇，白台，像這種定人啊，我本捌也過，就是啊，淡仔之前啊，可能叫講啊，人嘅厝嘅淡仔啊，你咪日日可能定人嘛，對唔對？然後咪對啊，佢大班囡仔行，嗱講伊係你隻腳歪落來啊，慘啊，你出隻鐵短厝呢。哦，咁樣嘅一個度。杜吉嚟鐵咯，所以我點解成時啊，我係教阿嫲講嗰時候，我教阿小妹一學，我係叫阿嫲俾曬嚟定人。哦 ，spare 了呀！嚇，笑掉嘅時咪乜嘢嘅就嚟 spare 了，嗰個睇驚喎。冇人講啊，人哋人啲驚嘅時啊，你會笑佢啊，你真係冇乜嘢哦。啊，你成頭成脫離佢哋群啊，你講呢？好，古早時。好，係咯嗬。嗯。因為將你在講定人仔咁樣做較水嘅。安怎？OK，古早樣是夾是嚟幫咯。啊，幫啊！幫啊，那是話下掉，夾是幫啊，話就用講啊，就係講夾 rabbit 啊，話 rabbit 咯掉。話好 rabbit 啊，那是夾 rabbit 你啷話都夾黐定哦。定好啊，啷夾沿線嚟配伊定哦。你做伊些，成個做磅呢？我平常常咁樣做落去。哦。古早我喜歡做。哦，對，啊，對，你聽到嗰隻咯，當嗰一種嘅是有啊，不論嗰隻邊咧，嗰一種嘅定人，伊是個連牙 handle 都冇嘅，你就點解牙度嘅特別是？啊，特別咪個牙度，特別白嘅嘛，個幾寬啊，你看。要學嘛都俾，係你俾玻璃紙要學路嘅嘛。你俾迄種係按規個翹起來嘅是無學路啦，可能特別你俾係你玻璃紙有學路嘅嘛？冇嘅，我冇嘅。伊老路啊，應該學路嘅啊。我真係冇嘅。冇聽到冇嘅。話咗你坤講嗰個水老。講到你講係前面學伊啦，根本你應該點無夠。我講，你要吹一支物件，你去靠個金配度吹金配度啊，一支物件。我講用嗰支嘢就好啦。誒，等陣，講嚟。講起支牙咯。喲，買人笑掉啊！冇都係笑掉。嚇咩嘅？你係應該冇夠等啊，冇都係笑掉。啊，咱冇食啲攞寸嘅。你等陣我不講你咪介嘅嚇，啷啊？下禮拜到底嚟聽邊兩學見談資啊？介紹邊兩學見談資啊？下禮拜到底嚟聽，然後就再講做咩事啊？在下禮拜三啦，下禮拜我介紹就係拜三時到底嚟聽講我哋金配俾嘅演嘅咪嘅自己到啲超嘅。你有時個哇！你這人行，你冇上嘅 link 嘅了，你小英你互動小英啊？一個人行嘅啦，唔是真一個人行。你看唔到。一個人行真係坐吊。哦。你衣服
有嘛？日本家只节点好多看啊。伊是来浪啊。係咪是嚟浪？哎呦，你播嘢你看了？伊有迄個孔明燈邊年มัน無晒棒了嘛？係咪孔明燈上面物件來？孔明燈是講一個拽，孔明燈是一個拽，有你一個係啲天嘅嘅。哦，下啲背啊，水啊你。人正就被晒棒了。我繼續笑呀。當然少人。冇負責影響到飛機俾咯。哦，飛機拍哈，是叫啊？金配。我咪講了。講了咧，你俾佢咧。講了了。OK，好啦，感謝，係咪自己上咗咯，還是人上咗咯 ？OK，腦血上咗咯 ，OK，你就好一血。OK 啦，感謝。OK 啦，把這個長龍講嚇，好，我們早結束嚇。我去做節目啊 ，OK，拜。喂，拜拜。你為咩我講做節目，就是講去做節目。光明燈是光明燈在台灣甲日本甲有咯，特別日本應該唔是到了中秋節，是應該是到了樣係唔知係你樣係你樣係紅光嘅樣係咪典禮嘅時啊？樣係拜紅光啊，什麼嘅時得用嘅嘛？然後只光明燈是樣寫樣誒 wish。關呐，係關哦，下關แล้ว寫起啊，แล้ว燒起嘅咯。哦。嚇 ，for dead people 啊，日本。好死人嘅啊。哦，日本就死人啊。特別台灣是係 wishes 嘅。哦。無相 country 一個可能無相我白。台灣咪白。台灣咪是白。安怎伊未安怎個捧起來？安怎伊未燒去？伊講得上講都係你 hot air balloon 咯。哈，特別你咪是特別點火咧，燃掉係捧啊。你大大嘛，แล้วรูปแบบเตรียมไว้ที่อัดเต้咯，แล้วอีลูกขับแล้ว係啲可靠嘅嘛，แล้วอี做起啲吹嘛，佢哋捧起來咯。都特別等係伊發啦。做爆啦，特別等係發。嚇，對。伊捧啦發到燒嘅。แล้ว當我講到啲節物件咧，就中秋，中秋其實是中秋是。個有江湖人。嚇，做咩？江湖人是有拜中秋嘅嘛，有拜鬼婆啊，鬼鳥啊，拜鬼鳥啊。然後我有早去過，月亮是月婆。我唔知啊。然後有係拜嗰啲係咪？菱角啊，菱角嚇，菱角。แล้วก็係嗰另外場戲哦，上未去叫係咪鬼啊？係咪嘅來 describe 嘛？樣拜啊，樣係未知啊，樣拜嘅時要係一項物件，係咪係寫地款嘅款嘅啊？使香呢嚇？款嚟啊！一白地絲絲加加一個白色開嘅啦，白白款嘅咧，熱外口嘅。係糖粉。是一個雜。係糖粉。係咪粉？係糖粉。係糖粉啊！係糖粉，我知伊個下啲嚇挖邊呢？我媽有冇啊？定到時。一雜寶嘅，我一雜寶嘅。你寫一啲作呢嘛？我媽有冇嘅。你 logo 寫一個上海雜寶。嚇，對，我就見冇啊！你特別做調一班先得冇啊？做咩？做調一班啊！嚇，做一班是播下你本嘅咩？一句地嗰邊。啲地性啊？是啊。即係做地嚇。即係冇。你播咧，有啲白嘅咩？特別，即係做調一班咧，樣是高嘅較結嘅。即是我即是嘅嚟佚佗是我。即係是唔是上家人嘅係你冇辣嘅款呢？還是冇上？一暗呢，一句地啥作呢就對啦，成間咧作呢。哦。佢特別你推嘅時，伊會山去到啲裏邊咯，伊使一座。喂，記錄幫嘅時成款嘅咧，款成人嘅 foundation 咧，款款啲。成 compact 咧。compact powder 呢對。OK。你咪而家你好難擺下，所以佢鳥嘅貴下。我看到樣擺了啊。哦。月亮，就是拜月亮，唔是月亮了嘛？係你娘家嘅娘啊。
月娘啊，對，啊啦了樣想結婚，鬼鳥，咱叫鬼鳥，咱叫鬼鳥就是娘嚟咯，鬼鳥就是娘嚟。啊，有個茶色茶色。哦，這樣四個都嘅嚇。哈，四個都嘅雜色啊，雜咧。啊，茶係種雜了成彎嘅 shape 嘅，แล้ว有菱角咯，แล้ว有係搖啊。搖啊對嚇，菱角係咩啊？菱角是，做乜事嘅嚟擺菱角？是 nuts 嚟滿啊，特別我唔知 purpose 係菱角是係咪？菱角我食嘅。嚇，唔知咩事咯？即係咩事？做乜事係菱角嚟擺？我唔知嗬。我哋我啦 Google。啊，那最後就是再講菱角是咩？菱角是嘅嚟擺係咩意思啦？菱角擺意思是係咪？那海棠粉呐？那海棠粉即啊咁。Google 數算過。山香海棠粉。山係咪？海棠粉。三香。海棠粉。三香是山香。三香。三香擺，呢 brand 是叫三香。啊對。即是阿香嘅香咩？阿香嗰條。阿香嘅香，三香。了。嚇，伊個不是嚟用五金嘅喎，唔是嚟抹面嘅啊。五金？你看，伊個 description， 伊個係你詳細說明，你看到？伊是嚟拋光嘅，你知哦？咦，抹啲面咪真係啲。拋光係咩事 ？polish。哦。polish 你面咯，係叫你面嘅啦。成個你係練銀嘅練牙面哦。哦。然後伊也去寫啦，伊嘛是較貴嘅咯。伊這邊啲學生講是也來玩嘅啦。哦。Tapi我係媽就會叫你抹面嘅，爸爸咪叫你抹面。係咯，講是清潔產品啊，唔是也嚟抹面嘅，冇啦，意思叫你都好好用嘅樣。แล้ว海棠粉 OK， 我唔係跳過海棠粉咯，แล้วก็係菱角，แล้วก็即係搖畫我就知啦，搖畫。แล้ว個後樣個嘢嚟白開係你搖畫咧嚇，白好好啊，แล้ว你搖畫係嘢嚟做燈籠嘅咯。啊，對，嗰隻香嘅燒掉嘅事。有燒掉咩？伊係自家啲作嘅嘛。我知啦，我是你嚇到伊抓起，嚇到伊嘅邊，還是伊出伊胖胖嘅味嘛？是啊。嚇。哦，有人頭先講，伊講 find one of the reason why want to play 菱角。伊講中秋嘅時食菱角是據說會互囡仔長得聰明伶俐。哦，伊這是講好話啦，聰明伶俐啊。就可以教啦，教大漢。就可以教，安反咯，你是講按照煮了咯。OK， 用水嘅是清白跟水嚟滾啊。撒啲嚟嘅嘛，插咗都白灰，嗱黏上加土豆啊，反正軟軟嘅。伊是想拿出來反正。但冇成個係你啷隻咧，真不大知呢，喺你那邊混淡薄嘅。哈！只看可食嘅嘛，反正是因為撒過啊，對，一個corner咧，一個corner咧，你個後尾對corner。嗰邊用係你用手機槍就變割。冇你實用一個機格嚟熬係嘛？垃圾嘛？你撒過。另個是寫啲土啊地咋？哦，伊是煮嘅係。伊是土豆哦，啲土卡嘛，伊唔是 surface 嘛，伊是土那裡面。所以你先你去辦山比人我都有寫過，你望啊，伊上有刷土梅，好混混嘅。對。對。你看咯。แล้ว這我是我嘅。แล้ว當今咧，嗱發數攞清一康年，個有到中秋人較少做咩呢？多處冇做幫行啊？冇做幫行，這裡當人真少有拜嘅嘛，拜中秋是講好人嘛，然後就講古早囡仔是爸母就講也是講鋪地啊，也是講咯有做function嘛是帶人去哦，然後把路人大漢了，
無啊嘛，無你我老古啊，我去夜燈籠啊，去教下你囡仔騎馬燒嘅嘛。แล้ว我ก็唔知有啱樣嘅囡仔就變夜燈籠。哦，แล้วก็係你冷邊呢邊好啲啊，係你 heritage 邊嘅 area 啊。我唔知人有冇做啊，但是人有做嘅咯，แล้ว嘛有人去看咯。要做燈籠係啊嘛。แล้วลอง當今買食月餅就食硬餅啊，咪講蛋糕哇，當中秋時間餅，係個榴蓮你曉是唔是？那佢啲事啊，嗰個特基嘅個特基ham。哦，特基安怎食？特基 ham 鹹鹹。我剪啦念了個係特基 ham 咯，我剪人有係吧？會嘛？哦，是講你火腿嘅嗬。啊，特基 ham 嘛唔是火腿啊，咪是火腿哦。火腿。我剪了嘅吧嘛。係你是唔是係你我劍嘅？唔是我劍。我剪你係八腰啊，八腰。嚇，有人係巴糊，有人係巴腰，有人係 bacon， 有人係特基 ham 嘛，反正物件。啊，這個你是講食係按照款嘅月餅呢？啊，換哪件？冇聲呀。換哪邊？換哪邊？換哪邊？換哪件走去啊？伊砍掉啊！嚇，砍掉未？伊 line 是 off 嘅喎。我是咩？嚇，拍菜嘢，還是嗰啲？我看到一條對咱 chat 嚟嘅嘛。我知啊。嗯。特別Luz個隻呢？Luz個隻按照款嘅月餅呢？三個叫。我講過那邊。Luz個隻按過那邊。特別Luz個隻呢，入面有成個即係多粒嘅。有鹹味啊！有鹹味，真少食，特別係講古吃落來我無食有鹹味啦。แล้ว一般有加換淡薄口味哦，有實只講嗱啲有蛋黃嘅啊。嚇！誒，三個叫你是唔是紅絲吹條路啊？是你吹？冇啊，我紅絲轉來轉去嘅。係咯，你轉來轉去一直我哋條呼呢呼紅吹聲喎。你講一半我都呼紅咧，還是你自己窗開都可以買？啊，當然來啊，當然有來啊，當然個在呼。我應該是紅絲咯。嚇！我刷。你刷啫嚇！你是看你嘅是個食啊？你月餅到底是個食，若是講食咪雙黃，你是個食內餾嘅啦，當今。哈，我食有內餾呢。我唔捌食過餅皮就我感覺，今年我唔捌食過餅皮月餅，我未有食。我看我感覺怪。哦，伊餅皮是成日冇籽嘅呢，日本人冇籽嘅呢。嚇，真濟人講伊上加冇籽嘅款啦，特別我看到伊食啊，我幾咁驚。哦。大家自己偷偷咁講 ，anyone knows or tell the story of 嫦娥？你係講咪是兩個打是情侶嚟嘛？了唔知係咪數，了條條咯，了過後人間有一條橋，到個8月15時，人家會使一人記一道邊呀咯。這是一條 brief 嘅。One sentence 然後這是 can fit into a tweet，佢使 tweet 呢個 story。我未記係咪數人條崩潰。哦，對，嫦娥是喺你天上嘅仙女嚟，吳剛是 normal 嘅世間嘅人嚟，แล้ว天上嘅人是未該。佢就紅啊咯。天上嘅神仙未使甲人間嘅人有關係嘅嘛，แล้ว就因為伊甲伊唔知咗。伊唔知說嫦娥會落來人間啦，แล้ว拄到伊啊，吳剛是斟茶嘛，แล้ว就拄到伊咯，แล้ว兩個嘛相愛咯，แล้ว相愛了，過後伊就要轉兄嘛，伊嫦娥就要唔知怎就掠是就放out啊是 whatever， 就要轉去天上咯，แล้ว轉天上過後人嘛，互伊伊叫咧 whatever 咧嘛，互人一年記一道咯。人講都難講，我自己。我來講啦，是安尼款呢，黐線姐是另外一項物件嚟啦。等陣我看另外一間新招嚟講，我看 try 佢，我係記 call 嘢係記，個人講係伊講到人講係物件。黐線姐問嘅是嫦娥就是嫦娥唔是去食咧，
嫦娥唔是迄個啥物？嫦娥唔是係一間昂嘅秦始皇嘅寶係咪？我個死！秦始皇。OK， 那我叫佢哋人講 turn off your live audio。I'll call you。OK， 然後佢聽下即間嚟嘅即新嘅即條陣咁樣講看嘢，即正式嘅牛故事。郎織女，牛郎織女嗰是七夕節啦，拖到這咪亂咩話？牛郎織女是七夕節，嫦娥吳剛是中秋節。係，咱未看即間聽講話，即間冇去啊，可能驚。唔知個段嘢，啱啱是 RM 50塊。唔知喎。Hello， 歡迎，你是新椒呀？你名咩？Long Man。Long Man 啊 ？Yep。Long Man 咪是鄧郎哦。嗱，鄧郎啊。鄧郎，鄧打波啦，鄧郎。鄧郎，你頭晚你講399啦，你講下解釋下你頭晚講嘅係你嫦娥嘅故事講。喜歡咧嫦娥啊，伊是一個昂嘅寶誒。啊，對，頭晚我講嘅寶係啊，你昂唔使只係聖誕嘛係啊，伊昂嘅寶，伊昂是只係聖誕。伊昂叫好意，伊昂是好意，伊名叫好意。然後一醒來咧，一下凡就是搞咧人間那人嘅人咯，人民咯。然後就到時伊有啥有派心嘛。然後伊有去人去尋命也咧，即個有即長生不老誒。哦。然後伊嘅某嫦娥是驚講伊食了吼，伊變啊歹啊。然後伊未死嘅時啦嚇。了。就食伊就飛去天頂嘅，飛去月亮，然後就無落來咯。然後伊就是伊嘅翁啊，伊好伊就是派咧 rabbit 啊。哦嚇。背頭頂咯，背佢個頭頂咯，咧有當時可以浸茶嘅，就是浸未對嘅，伊潮當時浸未對到，即是 different story 冇關係。特別不是老人，不是啲鬼鳥頂面嘅。有當時人間嘅人係嗎？有當時是參，伊唔是神，伊是人啊，伊是浸嘅潮，浸未對嘅，就是伊先發伊。伊就是伊浸迄個fin嘅潮啦，然後就是伊紅光發伊家己頂浸。然後發伊在頂浸咧，伊浸嘅茶罐永遠袂斷嘅啦。斷嘢喂，你講到永遠袂斷，實斷咗啊！鄧郎實斷下，到底哪啊？了 ，hello， 哈，所以喜歡咯，我是看冊看啲啦。嗱，我隨條啦，買亂。伊只聖誕都未記，伊聖誕是伊有嘢伊驚講伊紅迄只，我記我看一隻戲啊，伊特啲咧攞誒，伊只攞，伊後尾吞嘅了去聖誕咧是只聖誕佢去撲去天誒，撲去個鳥誒，伊紅啊，嚇伊紅係咩做？伊紅就是去咧，伊去四目亮亮邊去睇有一個聖誕嘛，那就是咧伊。因為就是伊冇食的，伊聖誕就飛去天頂嘅。對。誒，等陣我問到對你鄧郎你是你是講頭一擺嘛先教啦嘛呀？對。你是安怎找到邊個學嘅呢？安怎找到邊個學嘅啊？Suppose 我應該是加咧跳燈夜堂面看到嘅。哦，所以你是到底合併嘅先聽。我看到啊，嗬，我一道過來整體我冇跳燈夜堂咧。但你安怎找到伊嘅呢？我唔知哦，佢塞就塞掉咯。我真正少啦，我真正少講伊實，較就是我愛聽講啊，係我甲過去聽伊嘅 show，唔是聽伊 show 那過來聽我嘅 show 嘅就。我所以就知道嚇，V 娃娃愛聽 ，OK。誒禮拜你就聽，禮拜唔是即個禮拜無你咁樣辦嘅嚇，伊聽伊訪問咧阿嬤嘅。阿嬤講華語就好了嚇，你去聽。了個有到底是到後面聽啦，咪是講無講聽隻歌的咯，聽到歌啊。前6個月安咯，然後我有聽你個 story 啦，就是我有聽古早人 recording 嘅，我有聽咯，係個數咯。好啊，即係你禮拜幾個是佢較勁，等又聽，唔是即係禮拜幾禮拜。
頂一禮拜嗰時，anyway confuse 啊，你一時，anyway 我特翻 recording 是特對嗰啲落就借出嘛，所以特一禮拜我未記啊。你是確定你冇幾個是講下你？ICA 啦，會使講啦，因為我冇有親身經歷啦。哦，好，確定那時你會愛困咧，你就講我留掉，確定我錄音時你個參問講。OK 啦。你當然啦，你個食咩月餅？月餅我食久冇食月餅，食久冇食月餅。做乜所以你冇唔識食月餅啊？你是到你到到咯，你到邊度啊？邊度？因為我 family 冇咪食，所以想食月餅就是愛 share 白食嘛，然後我出來人冇來食，就是咯。所以你變咗出來人冇食，你本冇食，你即冇樣是冇食啥物，啥只冇暑假是驚甜啊，是驚咩？唔知我冇咩，我唔知曉。就是一樣有買咯嘛 share 咯，就是冇買咯冇食咯，咁咯，食久冇食，3-4年啊。我這個禮拜我可能阿媽載我要去找我嘅孫啊，唔是孫啊，叫咩啊？子女叫咩啊？孫啊乜嘢？我孫咯。孫啊。孫啊。伊個我去找伊咧，有月餅，伊去請我食。了。你定大家你大家等我問你胡定我就知啊，你不記過你個仔胡定過啊？你不記胡定，不知道胡定我細漢時。我唔捌咯，我細漢時真係一個我爸冇俾人叫我係，台灣，所以胡定是看人會啦。即生飲。就咁咯。我爸叫。我爸我嘛管我講嘅事。是看了咯，看人嘢咯。你嘅感覺就想激閃喎，要搞人有報喎。我冇 feeling 啦，即係物件。假你大波假你冇 materialistic 嘅個真係好。是咯。但個即係鬼邊冇知。即係你咪只線啊，俾佢習慣你做咩鬼啊？有啦，你想食件你公仔餅啊，公仔餅啊，不過你嚇你硬公鴨餅啊嚇，硬公鴨餅嚇，即係有咯，小塊響杜蘭咧，杜蘭下咧，你嗰度食咯。你乜食佢學糖啊？糖啊，我未記啊，我就是食久冇食啊，我就是實際食啊，แล้ว你魚爽未記啊，古仔แล้ว特別都冇拜啦。拜冇拜，因為我條人冇拜。是江湖人嘅拜下，但馬上叫講。我冇咩清楚，我江湖人拜。家姐江湖人拜呢？特別我古早我講，我聽我媽講啊，講我古早我媽有拜咯。成日。我就唔知。我聽白路摩登你就少人拜啊啦，因為真麻煩呢。你特別如果特別日都頂出來，如果別向月娘嘅，你別使多出來裡面走。你特別愛向到月娘反拜啊！你無看到月餅，你隨你倒來厝啦，你方向唔對嘅，你包個你也無向月娘，你就拜你拜啊咪。特別驚。有嚇驚，感覺幾溜。看到你驚，佢看到咪很把下面夾出來嚇。嫦娥就被蛇頭摸。我個看到你烏江嘅卡吹特別斟茶。我把那個好感覺烏江跟伊無關係啦，我烏江是一個配角爾啦。但我搞你落人講咯，就是無咱無請就等人起來甲人講咯。伊8個10個相似呢個小是伊翁啦，甲烏江無關係啦。烏江是在迄邊斟茶。伊就係讀 background 呢。伊是迄個 Kelly fan。Kelly fan 嚇，對。即係阿鄧人都是到啲檳榔，當金 still 到啲檳榔曉。都是咯。你檳榔到是㗎？講咩？㗎啦，唔是講你厝。但是酷啦，但就bunga ban lepas lah, juluk kat gulok jelotong ah, jelotong. Wah, lu kalau saya psychic ya講聽，都jelotong啦，你有冇聽等陣車？有冇使等陣車？好啦，我真係歡喜都笑到你在錄去 Facebook 咗樣。有啊，我at 你人嘅邊咧學嘅你哋。好，你有介紹朋友聽啊？
隨掉邊啲學嘅你啊，是有哦，但係我本可能本 CD 嗬。哇，即係先人特快就舊本我按照我好啦，按照本 CD，你是落，你幾個數嘅啦本啊？本嘅咯，應該是有30幾寸、40幾寸啊。一半啊。冇啦，冇本啦，小朋友愛聽嘛，小好朋友 friend 啊，好朋友嘛，本係樣。你使發心諗擺膽唔要緊，定到。買啊啲。我學 copyright 去擺膽。實際是本人聽咯，是。然後就準備 share 嘛，出的聽到出邊，準備可能向share 就有。是咯，反正是有誒，有兩個比較好笑誒，聽有時是用嘅時嘛，可以兩個頂嘅聽。好。你卡就俾開剛啦，嗬，上 YouTube， 你是錯男啊？阿 John 吐啦，唔是我吐啦，我也未吐。你咪夾你 battery 咯，你定冷嘅 battery。阿 John 你錯咩？我唔知哦，你咪 try 翻咪。你講阿 John 嘅錯咩？你講？我意思講阿 John 你係你錯。哦，唔知喎。我啲阿飛人顯數嘛。等我嘅，安尼大機。我看到啲網頁，看到即 camera， 我唔知我別看到我嘅 camera 小隻 window 啊。OK， 咁時候咧小蛋啦。OK， 呢禮拜咧就是對嚟聽啦，談只即係錄音，談只咧就是會話尋佢那間朋友啊、朋友啊，唔是朋友可能驚啊、加近配啊、加佢那間去接不過第咧去錄禮拜對嚟聽邊咧學見，接不咧個拜三時我個朋友現掉錄音。禮拜過嚟再見啦！แล้วก็จะไปเจอ禮拜咧，我講講鬼話，所以就是有興趣參講鬼話，特別到嚟聽個見落禮拜。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我哋嘅特別嘉賓，大媽走起嚟河南鏡399，真係佢冇到嚟，แล้วก็我先招卡佢剛剛等人，感謝。禮拜再見，拜。講拜拜啦！拜拜。拜。拜拜。